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着唱歌俄罗伊的名的荣光，着用俄罗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，着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到遐尼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、你的对德要降服伫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要学罗你，要学罗你的名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主为着咱所定的圣的主日，请咱大家用真欢喜、感谢的心来吟圣诗21首美。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请起立。请咱大家仰头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甲生命的主，因为你的疼甲怜悯，今仔日透早起来，阮还阁有喘气，还阁有够热的身体气力，甲阮三疼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这是你所喜乐的新日，这也是你赏赐的大幸福。所以，阮直接要谦卑，献上阮上大的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实在卑微软弱，但是阮今仔日要将阮的心展开，伫你的面前，互你来监察。设使阮若无照你的教示去行，阮毋要伫你的面前忏悔，求你赦免。设使阮若愚妄，甚至连阮家己的错是伫倒位，阮都毋知。求你的圣神治理阮的头壳，甲阮的心思，互阮早日会当醒悟，互阮了解，会当反省改进，则袂互人因为阮的行踏来绊倒。主啊，我嘛希望甲你的关系，亲像爸囝，亲像朋友。阮活的世间实在真卑微无气力，阮是毋是会当活到明仔载？阮实在无把握。你若要调阮转去，随时拢会发生。阮的命运甲福分，拢是有你大权能的安排。你若要将你的能力交代伫阮手中，阮就会当做这做迄。假使你若要限制阮，阮就做袂到。你控制阮的性命，敢若你知影阮头前所要拄着的是苦难，也是顺利。是失败，也是成功。所以，伫遮阮要迫切来恳求主啊，设使阮若真正努力拍拼，真尽力照你圣经的话去做一个你所欢喜的囝儿，求你拄起阮人生未来的路途的塔阶，求你也约束阮世俗的意念，求你也改变阮一面服侍你。搁一面服侍金钱、权势，
一切世界的遐个观念甲行为，求你也切断阮无限制的私欲，独独成全你的圣是伫阮心内所向你祈求的。近来有一个宗教的人士，伊会讲话的态度，甲伊所说明的代志，以及一个宗教团体，因所做所行受到社会甲媒体真大的批评，侪隐瞒的代志拢公布出来。即个代志，互阮双连教会、长老教会，甚至所有的教会、基督教会，甲阮的基督徒，阮都爱搁再一摆来反省家己，毋是去踢笑别人。阮袂当拜迄个有形无形的偶像，亲像阮一面读圣经，一面搁来看黄历，搁来看风水，搁来算命。阮嘛袂当一直骄傲夸口讲阮是你竞选的，阮着看轻辱骂别个宗教的人，也是无信宗教的人。所以伫遮，阮要恳求主，求你，互阮每一个时刻，阮的行为甲目的，拢伫光明的下面。阮所做的代志，阮教会所经营的事业，阮是要照顾弱势，迄个滋味水。阮毋是要趁钱，嘛毋是要来做累积阮家己的名声尔。你互阮的心爱清气，无歹念头，讲话都爱正直诚实，无虚假，无白贼。对着阮的人，阮对伊都爱宽容，阮都爱心存满足，毋通过头要要求。主啊，今仔日我嘛特别少年，遐会拄着大试炼的人，无力背重担的人，面对重大的决定的人，拄着人生不如意的人，散乡困苦的人，有病痛苦难的人，有受着委屈迫害的人，有至亲死失的人，也是伫天边海角宣扬你的天国福音的人，以及为着你的真理，最近常常受迫害、残害，甚至死亡的人，求你的神照顾因、陪伴因、减轻因的重担甲痛苦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阮要照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安尼祈求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去，让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。阿们。即碟要来启用，请大家掀开圣诗后面启用17篇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，到昏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会望我的上帝啊！婴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会受，
徛起伫你的厝的，迄号人有福气。伊的力在伫你。伊行过流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。伊哪行，气力哪加添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。伫你的殿宇待一日，较好1000日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。伊袂捌留一项好物。万军的耶和华啊，我靠你的人有福气。即碟咱要过来吟诗，圣诗197首，圣诗197首。见若有人互做苦楚，圣诗197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即碟咱的男声合唱团要为咱来献诗敬拜主，因要吟的是主啊，我主你名何等的水。你传给你。
愿所有的荣耀拢归乎天父上帝。即点咱要来研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诗篇63篇第1节到11节，现代中文译本719页，台语汉字版624页。诗篇63篇第1到11节，毋知有人咧现圣经无？我即摆要用台语汉字版来读吼。台语汉字版是伫624页，诗篇是伫719页。现代中文译本719页，诗篇63篇第1节到11节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寻无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。第3节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会出喙唇要学罗你。我要活的时要安尼学罗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，我的心神要饱足，亲像食骨册油脂。我也要用欢喜的喙唇学罗你。第6节，就是我倒伫眠床纪念你，伫眠间逐更少念你的时，因为你捌帮助我，我踮伫你膝骨的低音下。要欢喜出声，我的心缀你条条，你的正手扶持我。独独遐个少想要灭我的性命的人，伊要陷落伫地下深的所在。因要互刀剑刣，因要互山狗食。总是王要因为上帝来欢喜。既若指伊来咒詛的，得要夸口，因为白贼人的喙要受踢目。以上，愿上帝的慈爱特别照顾定定咧读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即点咱要请咱的师牧师来传讲信息，掠条幸福，抓住幸福，请咱恭敬来听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新的一年拄啊开始，我伫遮嘛要祝福大家幸福平安、喜乐洋溢。
幸福，幸福是啥物？有人讲，细汉囡仔因上大幸福就是得到佚佗物啊。宋乡人伊上大幸福就是会当食一顿饱。女性会当得到幸福，就是互别人来疼惜。男性咧，要得到幸福，就要亲像英雄，诚做英雄，互人来甲你崇拜。生理人咧，要得到幸福是要安怎？趁钱。若是即马咱的做事人啊、农夫啊，因即马上大幸福是希望得到啥物？雨水。是啊，逐种无共年龄层，或者是咱无共的人，咱拢有无共的幸福。请问，当咱渴望得到的物件得到的时，咱敢会真正会感觉满足，而且讲这就是我的幸福吗？实际上，当咱人生的理想实现啊，咱人永远是感觉无法度满足，因为安那？因为人毋知影家己真正要爱的是啥物。所以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，因拢在探讨 need 甲 want 需要甲想要即个问题。其实 want 想要无等于需要，无等于需要。各位，真正咱所想要的物件，互咱啊，敢讲咱就会感觉满足着咱真正的需要。敢会？无一定啦，无一定。安尼到底咱爱的是啥物？爱尔兰一个诗人奥斯卡王尔德伊讲，人生有两大悲剧。第一个就是咱想要爱的物件得袂到；第二个悲剧就是咱想要爱的物件已经得到啊。是啊，咱人确实想要通过家己追求家己的理想来掠条幸福。所以伫过程中，即个追求的过程中，咱拼死拼活，真拍拼，实现理想实现啊，搁安那？有一个学生，伊伫大学联考进前，伊真正逐工拢充满斗志，拼日拼暝，就是要拍拼读书。最后，伊考调伊的第一志愿的学校，就当伊摕到迄个入学通知单的时，忽然间伊的心内有一个失落感。伊忽然发现，伊失去了努力的目标。请兄姐，咱要安怎掠条幸福？今仔日咱就要通过台笔的使命，咱做伙来学习。毋茫咱拢有圣经啦吼，因为有一个秘密写伫圣经内底，拄则 PowerPoint 无写吼。毋茫咱拢会当看到咱的诗篇63篇的头前，因为即首诗篇的背景就写伫即个顶悬。这是台笔伊拄着人生中上界大的苦楚，就是伊的囝押沙龙要起来反叛对抗，要来抢夺伊的王位，所以伊就逃到旷野的所在。所以诗篇63篇头前有一个足细的字，有无？伊讲啊，即篇的标题甲咱讲啥物？这是台笔伊伫犹大旷野的时，伊做即首诗歌。台笔的一生有2摆，因为逃难，伊避到伫犹大的旷野。第一遍是因为伊还未做王以前，为着要逃避迄个扫罗王，犹大第一个国王扫罗王的追杀，所以伊避到旷野的所在。第二遍就是当伊已经做王啊，为着要闪避伊的囝押沙龙的反叛。所以咱伫今仔日的圣经63篇11节，伊讲，总是王要因为上帝来欢喜。安尼看，即时的台笔已经是做以色列王，所以伊就是伫闪避伊的囝押沙龙的反叛追杀的时，伊所写的。台笔王有写真侪诗篇伫咱的诗篇内底，或者真侪诗俄罗的诗伫这。当台笔的人生行到
人生上大荣华富贵、有名有利的事，伊当然会当写真侪学到上帝的诗歌伫圣经内底。总是咱看今仔日的圣经，即时的代笔，伊是因为互家己亲生的囝亚撒龙来追杀，伊落难走去旷野的所在要来闪避。各位，即个处境是偌尔互咱感觉艰苦心啊！做一个爸母，咱中间真侪人拢做爸母。爸母上界心肝痛痛的是啥物？囝儿无下，对无？囝儿伫冤家相拍，我想这对爸母来讲是真艰苦心。甚至即个囝儿，毋若甲亚撒龙甲伊的兄弟冤家相杀，甚至要来杀伊老爸。人生行到即个地步，有啥物幸福通好讲？兄弟，就伫代笔拄着遮尔互人心酸的情景的事。代笔伫今仔日诗篇63篇第5节、第6节、第7节、11节，咱能看到伊的心内有用啥物表达？伊是把足欢喜出声，伫欢喜学乐。咱安尼会当知影，代笔伊是一个真正掠条幸福的人，因为就连苦难也无法度抢夺伊的喜乐、满足甲幸福。是啊，真正幸福是连苦难，或者是任何的人事物，拢无法度甲咱摕走的。毋若安尼，代笔伫诗篇63篇第5节、第6节，伊讲：我的心亲像食骨脆油腻，我也要用欢喜的喙唇学乐你。骨脆油腻，佫会当翻译做啥物？翻译做是上界珍贵美好的食物。代笔伊要表达讲，伫苦难中，代笔伊的心，代笔伊的心，永远是充满了上帝所赏赐互伊上界珍贵、上界美好的迄个福分。兄弟，咱要安怎掠条幸福？我的手摕一支智慧型手机，其实即支手机的功能有偌济，我毋知。总是我知影，我可能只有用到即支手机的1/10的功能。我可能只有用即支手机的1/10的功能。总是我要请问，即支手机的设计者，伊知影伊所有的功能无？知无？一定知着无？甚至伊会当教咱安怎将即支手机啊逐项功能，拢写清清楚楚伫因的使用说明书内底来教咱。同款，代笔伊知影伊一生是伫创造伊生命主宰上帝手中，创造者有伊生命的指南说明书，所以当伊生活伫真顺利的时，伊当然会当真自然充满信心，倚靠上帝。同款，当伊拄着人生中上大艰苦的时，伊永远独倚靠创造伊的上帝。所以诗篇63篇第1节头前讲：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趁早我要找你。第8节嘛讲：我的心缀你条条，你的正手扶持我。特别甲咱讲，掠条幸福，就是要爱倚靠创造生命的主宰。特别会当赢过一切苦难痛苦，迄是因为伊倚靠上帝，信任上帝，而且佫甲家己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互上帝。上帝就照伊对代笔生命的计划来帮咱带领、保护、赐福伊。伫亚撒龙伊的囝伫抢夺迄个王位的过程中，代笔并无因为安尼失去伊的性命，反倒是想要杀伊的迄个囝亚撒龙，为着安尼失去性命。兄弟，咱伫苦难中，咱真侪人因为失去倚靠，乱了方寸，感觉走投无路，甚至感觉无路通行，却袂记得去敲找创造伊的主宰，而且将家己生命的主权交转去互上帝。大卫王因为伊专心倚靠创造伊的主宰上帝，
上帝就照伊对代表生命计划的说明书，也是蓝图，来引带帮咱拯救伊。所以兄弟，咱坐伫即个所在，咱的心内一定要有一个确信，一个肯定，就是咱凡事就要倚靠创造咱的主，就好亲像一个产品。如果即个产品要发挥到创造者、设计者对即个产品所设计上大的功能，就是爱找到迄个原初的迄个设计者，而且安怎，咱嘛要好好来读即个产品的说明书是啥物。代表一生会掠条幸福，就是因为伊会当专心倚靠创造人类生命的主宰上帝。所以兄弟，咱千万毋通认为我已经洗礼啊，得救啊，我就无需要搁做啥物，毋免搁认真追求信仰的进步。咱要知即款的人，伊永远无认捌主耶稣，无认捌主耶稣，就等于无认捌上帝。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0章14节有讲：我是好的牧者，我捌遐个属我的，属我的也捌我。所以一个真正认捌耶稣的人，一定会认捌主耶稣，而且会认同听叹主耶稣的话。当咱信主耶稣了后，咱就要开始好好追求认捌上帝、认捌耶稣。要安怎？通过搁较济读圣经、祈祷、参加聚会，甲咱的兄弟姊妹伫生活中有团契，迄个 fellowship， 迄个生活，而且咱要落实圣经的教导，互咱的生活信仰化，也互咱的信仰生活化，互别人会当看见，咱伫言行举止，咱待人处事顶悬，哪来哪有耶稣的款式？当咱哪来哪有耶稣的款式的时，上帝讲伊要大大赐福咱。因为诗篇36篇第10节讲：愿你常常施主爱，互捌你的人。咱愈捌耶稣，上帝讲伊要施主爱互咱。使徒保罗伊嘛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有讲：毋若安尼，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，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。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，也看做粪扫，是爱得到基督。使徒保罗伊将认捌主耶稣看做是人生中第一好，因为认捌主耶稣会当互咱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，而且满有基督荣光的款式。搁较侪认捌主耶稣，会当互咱搁较侪得到对上帝来的恩惠甲平安。哪侪认捌主耶稣，咱就哪侪享受上帝所赏赐天顶属灵的福气。第三，要掠条幸福，爱伫敬拜学路中去经验上帝大快乐。诗篇63篇第2节讲：我捌安尼伫圣所调记你，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，调记上帝，其实就是敬拜学路上帝。即甲咱讲，爱伫敬拜学路中去敬拜学路上帝中间去掠条幸福。伫大卫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因拢是到伫耶路撒冷城的圣所来敬拜上帝。即时大卫伊伫倒位？伊伫耶路撒冷城是伊伫旷野，伊无伫城内底哦，伊伫旷野。所以即时的大卫伊无法度转到耶路撒冷城，转到迄个圣所来敬拜上帝。总是伊知，伊无论伫倒位，无论旷野是任何的所在，伊拢会当敬拜学了上帝，因为伊知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，而且是充满伫天地的主宰。所以咱伫任何的所在、任何的时间，咱拢会当来敬拜学了上帝。伫苦难中，上重要的就是爱敬拜学了上帝，因为敬拜学了上帝会当互咱经验到上帝大快乐。敬拜学了上帝会当互咱看见上帝的荣光，敬拜学了上帝会当互咱得胜搁得胜。如果咱伫苦难中，咱无爱敬拜学了上帝，
咱就真容易陷落伫埋怨。当咱开始不断埋怨了，咱就开始犯罪，不断犯罪，咱就开始坠落。有一个故事，伊讲有一个信主的姊妹，伊得着淋癌，后来即个癌细胞啊，癌的细胞，佫转移到身躯其他的所在，所以伊的性命其实是真危险。总是即个姊妹，只要每一届伊体力若是有够的时，伊拢真欢喜去帮赞安慰遐的病人。所以有真侪人拢感觉足奇怪，为什么你会当安尼？即个姊妹就甲因分享，伊讲，伊的老爸捌对伊讲过一句话，伊老爸对伊讲：查某囝，癌细胞会当走去你身躯任何的所在，独一个所在伊无法度走到遐，迄就是你敬拜阿罗上帝的心。迄个所在就是你敬拜阿罗上帝的心。所以，即个姊妹将即个话藏伫伊的心内，逐工起床的时，伊就是先敬拜阿罗，感谢上帝。伊深深体会着，通过家己咧读圣经，伊深深体会着，伫圣经旧约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，伊讲啥物？咱来读啦吼，用华语读一遍啦吼，来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，是你们的力量，因为对耶和华得着的欢喜，是恁的快乐。伊伫敬拜阿罗上帝中，得着对上帝来的快乐，伊就有快乐去服侍遮的病人。所以咱要知敬拜阿罗，毋是咱拄则在做咧，咱即马在做礼拜拄则唱诗歌的时间呢，毋是迄个时间尔。伊是讲一种生活的方式，过着敬拜阿罗上帝的生活方式，会当互咱伫苦难中，永远会当掠条幸福，享受得胜的生活。有一本书，伊叫做《活出意义来》。下一页，活出意义来。伊的副标题是讲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。这本书伊是光启社出版的。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犹太裔的心理学家 Viktor Frankl。若是有读心理学的人，拢知影这个 Frankl。这个人伊是伫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，伊捌互希特勒关伫上届残忍的迄个奥斯维斯集中营3年。就算伊在3年中间，伊的身体、伊的心灵受到真大的伤害，总是靠着对上帝信仰的快乐，伊真努力活落来。直到当伊3年后，伊会当得到自由出来，伊发展一套心理治疗的理论，称作意义治疗法，英文叫做 Logotherapy。这个 Logotherapy 其中的迄个 Logos， 其实是一个希腊文。伊甲圣经中间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所讲的，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相隔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所以这个道甲这个 Logos 其实是同一个字。Frankl 伊因为信仰的快乐，伊无因外在环境的艰难，也是受限制，反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，伊祈求伫上帝找到生存的意义，而且带出伊生命正面的快乐。所以伊就用上帝道迄个 Logos 这个字来称伊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意义治疗法，叫做 Logotherapy。通过对上帝的信仰 ，Frankl 伊认为，人的一生拢在找找生命生存的意义。伫所有的情形下面，包括痛苦甲死亡在内，拢会当发现其中的意义。忍受痛苦是为着要活落来。人伫受苦的中间，通过信仰倚靠上帝，找找着生活的意义，才会当达到生存落来的目的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大卫王伊就是安尼。无论环境是安怎，甚至是
所疼的囝要来追杀伊，伊弃掉伫上帝，伊深深知影上帝掌管伊生命中大项细项的事，所以伊无因为外在环境真艰难，开始埋怨，开始失志。兄弟，你我甲大别，咱拢是信仰同一个上帝。对伫咱过去以前发生过的这个过去，或者是将来得要发生的未来，咱要知伊在掌管，爱对上帝有信心，因为咱知影万项事豆豆仔来，要叫疼上帝的人安那得到利益，会当互咱活出生存的意义甲目的。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咱要通过总会所定的这个纪念主日，第一个要提醒咱，有可能咱较忽略妇女，或者是妇女事工的需要。第二个，卖当较无机会参与伫主日礼拜中伫礼拜中服侍，或者妇女团体的姊妹，等会因有机会来帮咱实现，会当参与伫礼拜服侍。所以上帝囝儿，咱毋通看轻咱家己，或者是家己限制讲我无法度，我就是安尼。甚至是外口别人看恁妇女就是做遮的就好，其他的莫做。迄个外在环境的限制，只要咱有愿意谦卑的心，甲受教学习的行动，咱拢会当做伙投入上帝国度逐项的服侍。妇女纪念主日，各位姊妹，咱伫生活中、伫教会中、伫家庭中，也是伫咱家己的工作的职场顶悬，到底咱这妇女，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？除了逐工，咱可能爱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外，有当时咱看到咱的先生伫工作顶悬拄着瓶颈，咱就想要提供意见互伊，不过嘛毋知影咱的先生对咱的看法你捌也毋捌，要接受也无接受，咱嘛毋知。或者是咱的囝儿，因伫学习顶悬，也是伫男女交往顶悬，甚至是伫找头路顶悬，因拄着困难，咱就想要甲伊斗相共，总是咱拢无法度做啥物，甚至是咱家己伫咱的工作职场顶悬，咱面对着性别待遇不公平。最近的新闻嘛在讲男女同工不同酬，这是新闻讲的是新闻啦。所以咱看伫真济所在，咱真正感觉到无做无奈也无力，就常常走来咱的生活中，是毋是因为这个物件常常伫咱的内面，抵到咱看轻家己，自我限制咱家己，来失去了对自我生命生存的意义。有一首台湾民谣，是真早期的歌啦，是老福做唱的，叫做《阿嬷的话》。内底有歌词安尼讲：做人的新妇，着知道理；暗暗去困，着早早起。内底还佫有搁烦恼天袂光，有搁烦恼鸭无卵。烦恼小糕要嫁，无嫁妆；烦恼小侄要娶，无面床。各位姊妹，咱减会安那烦恼东烦恼西，啥物拢在烦恼，直到咱失落了我靠上帝信心，也失去了平安喜乐的心伫咱的内面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佫一摆提醒咱，爱学习大别，以我靠上帝。就算讲外在环境偌尔困难无方便，要因为对上帝信仰的困难，咱的心永远爱有平安自在喜乐，而且充满着毋茫甲困难。咱才会唱出另外一首流行歌，叫做《家后》伊讲啥物？阮将青春嫁互恁兜，阮对少年缀你缀甲老。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互恁兜，才知幸福就是安那，
吵吵闹闹。姊妹啊，今仔日是3月初8，妇女节对无？我昨暗伫赖内底看到一段文字啊，我感觉真好。我要通过这个文字嘛，祝福咱所有的姊妹。因为昨暗的我无法度做伫 PowerPoint， 我要用华语念啊，才念得出来迄个字啊伊讲，女人一定要有4样东西：第一个，扬在脸上的自信；第二，藏在心里的善良；第三，融进血液里的骨气；第4个，刻进生命里的坚强。穿得起几万元的大衣，也不嫌弃几十元的 T 恤，可以小鸟依人，也可以自在独立。另一半有你，可以坐拥天下；你没有另一半，世界依然宽广。给天下所有独立且美丽、善良而坚强的女性，3月8号妇女节快乐！是啊，姊妹，38妇女节，咱唔通互别人叫咱38，知无？咱要挖靠上帝信仰溃烂的帮赞，咱要诚做一个有才德的妇人人。圣经讲安那？有才德的妇人人，伊的价值是大大赢过所有的宝石。咱要诚做迄个有价值的宝石，来祝福咱的先师、咱的囝儿、咱的工作、咱的头家，甲咱的教会。修修伫现实生活中，咱会当将咱的正手来念你的倒手无？有啥物感觉？会痛对不对？会疼对无？真好，安尼表示咱够活的。其实有当时，咱的现实生活的才会吵吵闹闹，才会烦恼东烦恼西。其实好亲像一首真水的音乐，伊就是用无同的管架长短这音符来组成的，而且这个管架长短会当互咱体会到原来生活中才会吵吵闹闹，才会烦恼东烦恼西，互咱知，咱敢有感觉，咱还阁有感觉，咱还阁活咧。所以无论外在环境是烦恼、吵烦，还是吵闹，爱记得将家己带转上帝面前，凭着对上帝信心甲倚靠，互咱的心永远会当平安自在。亲像圣奥古斯丁，伊伫上帝面前的祈祷讲啥物？伊讲：上帝啊！我的心，无论世界我安怎去敲测，拢无法度得到安息，直到安息伫你的内面。同款，兄弟啊，我毋若甲姊妹讲，嘛要甲兄弟讲。我相信虽然兄弟恁所拄着的，生活顶悬所要面对的，甲姊妹的生活处境是无同的问题。总是真济时阵，我相信恁嘛同款。无做无奈无力，嘛会去找恁的。所以，咱要做伙安怎来掠条幸福？第一个就是爱专心倚靠创造生命主宰上帝。第二个，咱爱渴慕甲认捌上帝。第三，爱伫敬拜学路中经验上帝大溃烂。现在伫新的一年，咱要面对着啥物，咱毋知。总是当咱若会当转到上帝面前来安息，得到真心，得到溃烂，咱就会知是啥人在掌管咱的性命，是啥人在掌管咱的明仔载。只是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唱这首诗歌《我知谁掌管明天》，来加做咱对上帝的祈祷。咱要做伙用华语来唱。我知谁掌管明天，加做咱对上帝祈祷。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
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你讲你逐时逐刻拢甲阮伫地，主无论阮是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是行过上界崎岖的山路，上帝你拢陪伴阮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阮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主啊，阮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我们将过去，无论是阮感觉家己真勇敢，还是骄傲的事，也是阮家己感觉家己过去真见笑，也是感觉真歹势的代志，甚至是上艰苦的代志，主耶稣，只是阮拢交互你。你为着你将这一切，甲你做伙钉伫十字架顶。主啊，你伫新的一年收束新的生命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。主，互阮伫面对新的一年，阮知阮毋是靠家己，乃是我靠创造阮生命的主宰。伊要陪伴阮来经过阮人生中，无论是欢喜、艰苦，也是悲痛、艰难的时刻。主耶稣，你着诚做阮的同伴来陪伴阮，互阮有气力，对你遐领受对你来的信心甲气力，勇敢来面对，而且互阮所表现出来的，会当互别人看见，伫阮的生命中有主耶稣的生命伫内面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阁一摆将每一个兄弟交托仰望，求你继续祝福因带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刷落去要吟的诗，就是要回应师牧师头拄仔所讲，跟主的人有幸福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490首，圣诗490首。愿恁领受对上帝来真正幸福，一生去了伫伊，互恁伫懊恼欢喜敬拜上帝中得到气力，来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情形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叹以及信心的气力，会当甲恁相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密道声温，强受垂肯。